歡迎收睇 G Channel HK， 一個專門介紹哥斯拉嘅 channel。我係 Michael。今日咧，我同大家開箱呢個由 Perrier 一間台灣公司出產嘅哥斯拉對比奧蘭嘅一個戰鬥場景組合。咁啊，類似以前我哋細個玩嘅萬能麥斯。咁啊，首先睇下哥斯拉個頭先。咁啊，都做得幾靚啊，同埋咧都幾聚手嘅。咁個底咧都有寫佢嘅出廠年份啦，係2025年。當我哋打開頭嘅時候咧，就見到一隻彎咗腰嘅1989年哥斯拉。咁佢嘅關節就唔多，淨係得條腰同埋條頸可以喐。咁個腳底咧係有磁石，可以咧方便你吸落去個場景度嘅。至於個鼻咧就會變身做一架 X2 呢架飛船戰艦。咁啊有着燈功能嘅，不過我就冇入電。咁佢嘅場景咧，嗰啲建築物打開咧，都仲可以放個人仔入去。咁另外佢個下巴咧，亦都可以打開。咁將哥斯拉吸落之後咧，佢就可以重現翻哥斯拉用熱線咧射爆架戰艦嘅一個場景。咁一個非常之靚仔嘅哥斯拉頭。好啦，到比奧蘭啦。比奧蘭咧，哇，好大個頭，成個鱷魚頭咁樣。咁一打開咧，就見到比奧蘭嘅直獸啦。咁佢條頸咧係要推前咧，先至可以鎖得緊。可以打開個口，同埋佢啲觸手咧都可動嘅。仲有咧就係佢心口咧係透光嘅。咁另外兩邊咧都可以透過一啲連動嘅關節咧，喐到佢嘅觸手，非常非常之大咗。咁亦都當然係可以收翻埋，合翻做比奧蘭個頭啦，非常之聚手嘅，你覺得係？咁另外仲有兩架光線車，咁以下咧就係佢哋嘅兩個場景嘅合體。可以重現翻電影裡面嘅情節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啊！我哋下次見啦。